台南市除了古蹟景點，還佫有真濟美食小食。市府嘛無定期來舉辦活動，希望吸引外縣市的遊客來台南佚佗。不過，議員羅坤豪卻認為，市府辦活動只是曇花一現，無法度來持續。尤其真濟旅客攏是歷史來觀光，無法度留佇個台南來過暝，因此建議市府古蹟應該延長夜間的營運，創造旅客留佇個台南大的商機。你看咱安平古堡400棟的那個建築物啊，如果你那個加一寡燈光啊，嘛免開足濟啊，哦，啊你個請人去收門票啊，那你知道嗎？那延伸下來的就是一般的像你頭講遊客會多為着要來遮看這個暗着晚上的那個夜景，伊會帶錢嘛，啊帶錢還佫加消費幾頓，你敢知？對啊，對啊，而且你講吼，夜間咱即馬台南你也知講熱天較熱。對啊，夜間的時陣較涼爽吼，大家哦對，這個是大家足濟人認為講，包括在做生意的，你到4點外5點外，我講一個實在，遊客燒錢的時陣要關門啊，遊客個攏要離開啊嘛，若到6點外吼，阮的古堡街個無人啊，就對，安尼你感覺啦？要演繹嘛吼。另外，在觀光地點的公共廁所方面，議員認為，雖然安平公11設有性別友善的廁所，不過對着外國的遊客卻時常分不清楚，因為無男女的標識，造成遊客袂放心。對此，工務局嘛回應，會擱再來研議。台南新聞林跟楊順懷採訪報道。